台北市原底是可以設這個食薰區，或者有食薰需求的民眾踮這個所在。但是你看這個造型啊，大家講哇塞，你這個做安尼，敢會是食薰是坐假的意思嗎？這一做就要14萬人，即馬去用批評啊，市長就講全部。應該拆就愛拆，所以其他的議員就建議講，請市長你參考日本人，啥哩愛食薰的國家，人是安怎做這個食薰的空間，做一下參考。蔣萬安嘛已經答應了。然後每個都花十幾萬就這樣浪費掉了。台北市議會公務委員會視察無份城市的執行成果，大家上關心就是這個食薰的所在。原先台北市共設置有7座像這樣子的格柵式吸煙區，不過26號台北市長蔣萬安也下令將它們全數拆除。這款食薰區當初就引起爭議，因為外形未輸夠人啊，而且無法度擋煙霧，一座講要14萬，干那按1個月爾，即馬全部愛擱拆掉。市府有考慮到民眾的觀感，那昨天討論過後以後，市府這邊只是就是拆除。另外，這個食薰區嘛，好議員質疑。大家看一下，這個叫做吸煙區，就是一個類似停車格的概念，我覺得匪夷所思。可不可以考慮不要再用這樣子的硬做而做，而是學習先進國家，人家已經做了20-30年的無煙倉的方式。議員就提出，因過去到日本考察的時參觀的食薰區，質疑台北市規格差人有夠濟。針對這點，衛生局是回應講，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將食薰的人甲無食薰的人做有效的分流，依照實際環境甲使用的需求去規劃，並且繼續調整政策的設計。這部分的城市本來是好事一件，不過每一個食薰區的外形甲功能，煞引起市民的質疑。